后来乡亲啊，刷落来，嘛是坚持甲毅力实现着梦想的故事。这个故事的主角是68岁乌手小提琴家李金如。李金如来自云林的农家，自细汉就对古典音乐特别喜爱，但是就是无机会来学音乐。少年的时阵，伊是做发电机啊相关的工作，也就是咱咧讲的乌手啊。32岁，伊到德国旅行，开美金8000块买一支小提琴。等来台湾了后，开始来拜师学艺，这个学就是20档。那安尼哦，李金如阁真用功，家己落学讲英语、德语甲泰国语，即卖这3种话拢讲甲真练当。2015年，伊接受到丰岛老人基金会邀请，顶就小巨蛋来演出，真轰动哦。接来，咱就来看乌手小提琴家挑战人生的故事。拉小提琴不是穿燕尾服的专利。为什么黑手就不能去学一些英文呢？学一些译文呢？你首先有一个 idea， 我要学什么，你就去实现，朝这个方向去做，你一定会成功。When you go ahead, the success belongs you. 伊是李金如，今年68岁。少年的时阵，就从事发电机啊相关的工作，一直到大。我都做发电机，只有发电机而已。发电机跟马达。对，你像这样哦，你敢看家己一路家那自得其乐啊？我当然，忙起就好啊，无就老啊。乌手是伊的本业，音乐是伊的第2生命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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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插手袂起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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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每一样都有兴趣啊？哪有？一样都有兴趣啊。我只有 opera 跟 symphony 有趣味尔啦，所以我袂晓。听伊讲话，心胸广阔海派。伊的这双手，毋但是修理电机莫大的高手，嘛是提琴手。喜欢流行歌曲吗？不喜欢老歌。啊，你要唱讲你小夜曲有无吼？小夜曲。流行古典拢可以袂倒。30多年前去一座德国，命底注定爱甲小提琴相赌。那怎么就买这么贵的？啊，无啦，系啊，都人若少的吼，人若少钱就缀咧戆啦，佫讲少的咧。32岁迄年，伫个异乡开30外万的台票，买一支小提琴，回到台湾开始拜师学艺。回了被老婆骂吗？不会，不会。伊知影我袂学袂开。我只是我喜欢的东西，我会去做。你车子再怎么贵，想袂到我啦。啊，这没有买，我睡不着觉。这签转来，老师甲打，这打30年啦。这个年啊？系啊，8位啊。钟情古典甲歌剧，来自传统云林农家的李金如，一直苦无机会学音乐，一支琴，互伊进入音乐学习的殿堂。对不？这感动回荡落内心，久久袂当控制家己。
2015年，年过60岁，李金如登就小巨蛋。拉小提琴不是穿燕尾服的专利。我要喜欢来赚钱人，我会怕啊。我女儿就塞耳机，爸，你错过第一小节了，赶快，赶快哪边就下去。伊将来唔爱想过家己会当有一天，徛伫真侪人强烈唔望的电影舞台，演奏家己上爱的小提琴，互台下的观众来欣赏。不是你做乐手的都袂使会晓画画啦，会晓音乐啦，会晓讲那种，不是这样。学小提琴这件事情是他中年之后才去学习，这样，所以就是造成一个这样的反差，就会觉得说，其实，在我们身边这样子的长辈，其实他们都有可以上舞台的这个机会，这样。他其实自学小提琴这件事情，我觉得很酷，对，所以我就觉得，其实打破，好像不是说学习这件事情一定有所谓的几岁开始，几岁不行，就是他好像没有年龄限制。敌不过必有邻，音乐的小拖，真明显嘛是安尼。工作之余吼，迄晡时啊4点外5点要下班的时阵，伊就伫伊门嘴在那边拉小提琴，认识的不认识的，他都会自主而观去听他的音乐。整条街，他是住那边，对面是钢琴，跟他爸爸是萨克斯，小孩子是钢琴跟小提琴。不爱防定位，嘛不爱防束缚限制。李金如企图要拍破的传统，不是音乐尔。我去的嘛是人啊，也是养家活口啊，没有做坏事啊。为什么黑手就不能去学一些英文呢？我 love the communication。凭着敢讲敢定，伊的外语能力快速提升。教，搁再教，要是啊教。我老咧惊啦，我甲外国我都拢全程英文啊，我老咧惊。因全家开始学弦乐器，嘛启发着厝边隔壁对音乐的学习的趣味。伊60岁才学萨克斯，我6、7点钟、7、8点钟有空就吹。弄到手都长茧了。对，就吹了长茧。也成功之处就是在这边毅力。有受他的影响，不过我现在还是看不到他的背影。可以啦，已经追过我了啦。万事起头难，爱会当坚持落去，才是成功的关键。没有耐心，你永远不会成功。你想的 idea 很好的方法，但是你不去实施，那就是空口说白话嘛。Dream never become the truth。2002年，一届抢赌抢的机会，登就国际媒体，李金如瞬间将做网络的红人，伊的生活嘛有无同的事业格局。即马都为着上电视了，我都唔敢去门口口语啊！手艺家在那边，我可以跟你照相吗？安尼定拍谁啦？歹势啦，咱也唔是什么大人物啊，家己啊，槟榔要吃1000块啊。网络人啊，李先生不要吃槟榔啦，好难看哦，身体啦这样啦。我讲好啦，你咱讲我就无卖吃。你有被定位吗？是你自己做了，被人家定位。你自己就画了一个圈圈来，去回来，卡去加，人家画圈子，你就直接站进去了。你要怪谁？怪你自己。Language and music is my hobby. Music is my second life. 你首先有一个 idea， 我要写什么？When you go ahead, the success belong you， 一定的。